個人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共同愛好嘅。楊貴妃咧就跳舞咧係非常之叻嘅，跳舞好叻。唐明皇咧佢係打鼓叻㗎，打鼓叻嘅，咁楊貴妃咧嫁咗2次嘅喎，第一次咧係嫁俾唐明皇嘅仔壽王李繆嘅，咁第二次咧先至嫁翻俾佢嘅老爺就係左手邊呢一個咁呢座山咧叫做離山，咁咧呢度咧亦都有一個表演個 show 好大型嘅叫長行歌咁咧佢就係喺呢個山腳下邊有個湖嘅九龍喺嗰個湖入邊咧係做嘅，咁佢介紹咧成座山就作為一個背景嗰個規模咧都好大型嘅呢一個表演呢個咧就係華清池華清池入邊係睇乜嘢咧？就係睇當時咧唐朝嗰啲皇帝同埋貴妃佢哋沖涼嗰個浴池沖涼嗰個浴池。咁喺1936年嘅12月12號咧，發生咗震驚中外嘅西安事變啦。咁咧呢個事情咧就係蔣介石就喺呢個地方，佢當時過嚟浸溫泉咧，就俾佢手下嘅2個大將楊虎城同埋張學良咧，就係發動咗兵諫就捉住咗，即係綁架咗嘅。咁捉住咗佢就係運翻西安市裏邊最後咧，大家知道啦，佢西安事變咧係和平解決嘅，即係3方會談就張學良蔣介石咁咧佢嘅代表咧就係宋美齡宋子文同埋共產黨嘅代表周恩來葉劍英博古就過嚟一齊和談，最後咧就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咁樣嘅一個事情就發生響我哋頭先經過華清池嗰個位置啦，係發生喺1936年嘅12月12號嘅，都呢個事情咧，亦都係成為中國近代史上邊一個咧好重要嘅一個事情嘅。日本人大家知道咧，佢就一路咧就係進兵中國但係咧西安入唔到嚟佢其實一路打過嚟嘅，從東邊打至來，最早咧就係響東北一路咧就係往南經過北京又淪陷啦，上海淪陷，最後南京一路往又從西往東嘅，咁啱好咧就嚟到西安呢邊咧就繼續想往西嘅結果咧就發生咗西安事變之後咧就打唔入嚟啦但係飛機又過嚟炸嘅飛機又過嚟炸即係咧即係抌嗰啲炸彈咁樣嘅好啦，咁我哋大概幾分鐘之後咧就到達我哋食飯嗰個餐廳咁我哋一陣間就先食晏晝飯。